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耀啊539。咱今仔日要分享的是114年12月29星期一精彩有产潮的资料。这期咧要来分享一条山种鱼，甲一块山种蚵咧，来互咱线上的好朋友来做好白的参考。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块山种鱼，这块山种鱼咧准七进八，伊是由28开伫第4期，28开伫第4期，伫咧下一期咧要来带一组山种鱼。伊即组山种鱼咧是07、37甲38。07、37甲38，爱伫咧28下一期咧来开山种鱼。首先，咱为这个第一版来介绍起。伊第一版咧是伫咧今年10月初7咧。第4期来开28，伫下一期咧，以07、37、38咧来开即个38啦。过来第二选，第二选咧是伫咧11月15。11月15咧，第4期过来开28，伫即期咧，伊来钓07。过来下一选咧，是伫咧11月19，11月19咧，第4期过来开28。伊下一期11月20咧来开38，过来下一选咧是11月21，11月21第4期过来开28，伊下一期咧07、37、38咧过来钓37，过来下一选第5选咧是伫咧11月26，11月26咧第4期搁开28，同款伫咧下一期咧07、37、38来钓07。过来是第6选，第6选咧是伫咧12月初8，12月初8咧第4期过来开28，伊伫下一期咧07、37、38来钓07。过来下一题咧是伫12月12，12月12咧第4期过来开28，伊下一期咧07、37、38来钓38。过来下一题咧，就是咱即期12月29要来使用的。伊伫顶一期咧28过来开第4期，伫咧下一期就是咱12月29爱来07、37、38咧爱来开山种鱼。即招咧是28开伫第4期，伫咧下一期咧07、37、38要来开山种鱼，来提供互咱线上好朋友咧，伫咧12月29星期一来好白参考。除了即条山种鱼咧，咱要过来加强伊即个37、38伫咧近期咧，行即个连环走数咧，来带动的即个加强版。首先要来介绍的是一支棒的，
第一支棒咧，有一个正18數，正18數咧，伊伫12月26，12月26咧來開01，下一期咧來開19，01甲19咧差18，01加18，19咧過來加18，37。這是一支棒咧，正18數要來帶這個37啊。過來咱來用兩支棒咧，兩支棒咧，伊伫12月24咧來開一個03，下兩支咧來開一個20，03甲20咧差17，就是正17，03加17，20過來加17咧37，這是兩支棒咧，正17數要來帶這個37啊。伊一支的倍數是兩支的倍數咧，4支棒咧，伫咧12月19，12月19咧又來開一個23，這個23咧下4支咧正7，過來開一個30，23正7開30，這個30咧過來正7，37，這是4支棒咧，伊一個正7數要來帶這個37啊。這是近支棒咧走這個自然數，伫1支、2支、4支咧要來帶這個37啊，來提供給咱線上好朋友咧來做這個簡單的號牌參考。另外一塊咧是2支棒、4支棒甲8支棒咧要來帶這個38啊。伊伫2支棒咧，伫咧12月24，來開一個02啊。這支02咧來加18，02加18咧20，20咧佫加18，38。正18數，02加18，20咧佫來加18，38。另外咧4支棒咧，就是2支棒的倍數，伊伫12月29咧來開一個12啊。這個12啊來正13，12來正13咧25咧佫來正13，38。這是4支棒咧，一個正13數，正13數咧要來帶這個38。另外伫8支棒咧，要來行一個正11數，伫咧12月初10咧第4支16咧正11，27咧佫來正11。同款要來帶這個38啊，這是2支、4支甲8支咧，要來帶同一個球的38啊，來提供給線頂的好朋友咧，伫咧這期咧來做這個參考。另外，咱要過來介紹一塊咧，是這個山狀蚵。這條山狀蚵咧，準3正4。伊是由39開佇第5期，39開佇第5期，來利用伊下2期的第4期，固定減38、53甲60，愛佇下1期，就是39的下3期咧，來開這個山狀蚵。伊第一版咧，是佇咧今年11月11咧，39開佇第5期，咱來用伊下2期的第4期，固定減38、53甲60。伊下2期第4期咧23，這個23咧來減38咧是硬蚵，23來減53咧30，23減6037。
伊153037，愛佇咧39月3期，就是11月14來開出。伊佇即期咧，伊來著着15甲37，153037來著着15甲37三種哦。過來第二轉咧，11月2號，11月2號咧，第5期過來開39，咱同款過來用伊下兩期、第4期咧來減38、53甲60。伊第4期咧25咧來減38咧是13，減53咧28，減60 35。13、28、35，佇咧下3期，就是11月28來開出。伊佇即期咧，伊來著着13甲28，13、28、35來著着13甲28三種哦。過來第三轉，佇咧12月初9，12月初9咧。第5期過來開39，咱同款過來用伊下兩期、第4期咧來減38、53甲60。伊下兩期、第4期咧同款個25，即個25咧來減38咧是13，減53咧28，減60 35，13、28、35，同款佇咧下3期，12月12來開出。佇即期咧，伊來著着28甲35，13、28、35來著着28甲35咧三種哦。過來是第四轉，就是咱即期咧要來使用咧。伊佇12月2號咧。第5期過來開39，咱同款用伊下兩期、第4期過來減38、53甲60。伊下兩期、第4期咧28啦，即個28咧來減38咧10，減53咧25，減60 32，伊10、25、32。愛佇咧39月下3期，就是咱即期咧12月29，愛來開出。伊即招咧是39開佇第5期，佇咧下3期要來帶一組三種哦。即期咧是來利用伊下兩期嘅第4期即粒28啦，要來減38、53甲60，要來帶10、25甲32咧。來開三種哦，以上咧，即招咧來提供予咱線上嘅好朋友咧，佇咧今仔日即期咧12月29，來好白參考。以上咧感謝大家耐心聽完阿爺嘅分析甲介紹。咱預祝嘅即期咧會當順利得獎。也感謝大家收看，感恩，多謝。